这时咱要来听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我用台语汉文来读，请兄弟仔细来听。我恁平素对恁的过失，恁的罪过来死，伊也捌互恁过啊，是恁前徛伫迄中间。他即世间的风俗，甲空中掌权的君王，就是现今运行伫背地的人，迄个神。其中万情也拢伫阮肉体的需要底行，趁肉体甲心内的意思，行情是最通受的，亲像别人钱，总是上帝的怜悯真丰富。为着伊疼咱的大仁爱，对咱的过失已经死的时，就互咱甲基督同活。恁对恩典得到救，互咱伫耶稣基督甲伊同起来，同坐伫天面。佮对伊伫基督耶稣所享受咱的仁爱，要伫后世代显明伊恩典的极富。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，是对神，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，是上帝所享受，毋是出自所行，免得人夸口。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，受创造伫耶稣基督来行好事，就是上帝大声规划的，要互咱行伊。像圣经读到遮，咱即时要来